处长各位领任各位组长、各位团组、各位人才，大家高赞。好，好哈，将收听书店，咱做水的王族，水的大店，还有咱前面的五大医生，那么加上咱医术大学生，咱是重点的所有后辈，咱做前人、咱副前人，以及咱各位点的师同学的这个宣传鼓励，那么好哈，今日这个机缘，而且甲咱各位进行台顶的而且学习。那么当然，今日有啥物要学来甲咱各位进行学习，来甲咱做一个报告。因为呢，第一，咱领导点老师就是咱的副前人伊即阵呢伫泰国咧准备，因为呢学校6月30转来，咱负责伊7月初透早就出门啦去接班咱因为咱即摆泰国的队伍呢，拢有电文师做一个轮流，会当去学习的呢做一个轮流即摆咱杨电文师。会知影无法找无伊未看到，甲伊问讲是伫对，伊有嘛是有可能去信息单位，还是咱校长单位点灯咱洪电老师呢已经轮着咱应用活动，而且开会班的宣传，所以呢，今日人讲老大、老二、老三不在，咱轮到或许是老四所以目前人指示就是甲学校呢指示讲今日就由学校来甲各位进行做一个见学。那么当然其实现在会当来到咱这重要性，大家注意一下内底包括学校，咱拢是上界幸福的一位，是不是安尼？是。咱会使安尼讲，因为呢，前2天是啥物风台？迄叫做巴威台风，听讲是几十年来应该是比前届迄个较大的风台，更大的台风但是呢，各位一个代表，咱而且风来先倒，而且宝岛的台湾呢，即届真正是闪过啦尤其咱南部在温淡的，而且前辈者会烦恼风海来袂？会啦，阮阿姨昨个早透早就甲我讲，好你加在，好加在，迄油拢无叫风去扫落你有油食，你有温淡去食。我还是顾食啦若是咱知温淡的兄弟，这前辈者是原来伊我叫讲的旧年已经无收成今年阁无收成就真正但是呢，咱讲看天吃饭阮阿姨去阮兜甲讲，一切拢爱看天公伯要互咱吃到互咱食，这人讲咱人较厚，就天一话所以呢，而且咱嘛感谢上天慈悲为什么咱会当得到上天的护庇？不过当然就是讲，咱台湾每一个人拢有一粒善良的心。像今日呢，1个月第2礼拜，咱义和圣堂全省全国有做一个所在咧开体会班，包括咱泰国今日4强嘛是体会班所以讲呢，为什么要开这个体会班？咱经典甲咱讲，菩提自性本来就富足，但是呢，咱只言心美，不能自我。就是讲咱这粒原来伊倒的光足足的心，会去互咱的啥会甲咱背去，一切外上界的物质甲咱背去，背去了后，咱就随波逐流，该去追求的就去追求。互学会知影呢，拄爱食早顿的时阵。看到咱道务中心咱吕奇才秘书长铺一块影片，各位请咱有时间呢，会当家看一下。伊即个影片讲的意思就是，即个记者咧，人讲啥？迄种访问一个仁波切佛教的仁波切，伊甲问，伊讲世间的人追求是啥物？各位请想，咱以前若无想着咱追求的是啥物？钱对不对？每一个人拢无例外，因为呢，人讲做人爱安怎？爱平，做家爱笑
啊，咱做人爱紧就是讲，我有家庭的责任，我既然来到这个世界，我嘛有生存的爱有生存的能力，所以咱一定爱大家拢爱去趁钱。啊，这个记者甲问讲，这仁波切讲，啊，你修行人有钱敢好？各位亲戚，咱修行人大家拢有钱敢好？非常非常好。为虾米？咱今日办到即只法船若要开，无水敢会使会行，无钱使袂行。尤其像咱离乡，离乡啊，吼，咱即满有一个离乡，搁一个离乡，对不对？我好像叫唔对，因为迄一个第二声，一个第四声。咱离乡组长呢，为人的车时，甲互较来3站，甲互去泰国学习。伊讲呢，伊甲咱迄个泰国的前贤讲。你敢知影我即组人爱开偌济？我谢谢，唔能讲，伊搁叫我点点，唔能讲，因为呢，伊惊咱人才去惊着。各位前贤，敢要开钱？机票爱钱啊，对不对？保险爱钱啊，迄落去到泰国的所费，去到所有无钱，你绝对行无路。啊，咱的车加油敢爱钱？爱钱啊！所以讲有钱足好，但是伊这个仁波切甲这个记者讲，有钱你若有法度甲伊化为发财，就是甲世间财化为发财，你就会当提升你的智慧，而且你就会愈来愈有钱。伊安尼甲讲，这是我会知听着，咱点落听，吼，伫咱的群组内底。道务中心理论的群组内底，咱甲点落听。我本来想要分享，爱在无时间，无法度分享伫咱的群组。各位先生，我们要听一听。其实不管对一个宗教，拢是共款，拢真正就是要互咱如何提升咱即条赤子之心，咱即条善良的心。其实咱来到遮听道理，就是要启发咱出来咱迄个赤子之心的。所有的经典。绝对咱讲迄个赤子之心，亲像咱即阵咱爱上咧学习经过迄个道德经，嘛是拢咧甲咱教老子伫迄几千年当中，就咧甲咱教育，就咧甲咱警惕，咱的人生要如何会当真正上面显露出咱的道心，就是讲显露出咱的赤子之心。啥物叫赤子之心？不过就是讲无分别妄想甲执着。你若看迄红婴仔刚生落来，你互伊啥物牛奶，伊就啉啥物牛奶，对不对？你互食母奶，伊就食母奶，伊也无生出来到有，咱有生过小朋友的人举手。你生出来有母奶，互伊食，伊敢有来讲，我无爱食，我无爱食，我要食牛奶，无嘛。所以无分别，伊嘛毋知影即个是爸爸，即个是妈妈，伊嘛是拢互伊抱。是甲头5岁，手若会歪的时阵手会开始歪物件，伊就分别啦。这我的，这阮妈咱就会晓教，这阮妈妈这，伊就啉，这阮妈妈这阿嬷这阿公，家己叫国一个月，叫规档的阿公阿嬷，恁孙也要叫阿公，叫甲愈来愈酷，对不对？事实是安尼，这叫赤子之心，无分别，无妄想，无妄想就是讲，我食二全的嘛好，我食无腻嘛好。我无讲我一定要食 S26，我要食350，无妄想心。咱敢有？我要穿较好的，我要食较好的，我要住较好的，我的厝的工具的用具，要愈来愈好，愈合水准。这叫咱的妄想心。囡仔嘛无执着心的。等下你甲爸爸妈妈若甲伊妹妹讲啊，等下再来摸你的大腿。因为执着，他拄仔你甲我讲是爱我好，伊嘛袂晓想安尼，无啥物。但是咱人呢，咱大人无共款哦。一句话，互咱记一世人，敢是安尼？是咱一句话记一世人。我常听妇权人咧比喻一句话，就是隔壁一句话，伊记到即马，歹过一世人。咱人这叫执着。今日咱来为虾米来听道理？当然，各位姐姐。咱就是要甲咱的色心，甲咱的真心转化为咱的道心，转化为咱上善良的迄粒心。
所以呢，互我今日当然，互我收起来甲各位一个健康，不过就是要介绍咱的讲师哦。你们是非后学到9点是吗？对。哦。安尼个5分钟，我好好啊甲介绍这个。那咱今日讲师呢，互我应该也投影片内底就有影吼，伊叫陈秀英讲师。那么这个秀英讲师呢，当然即阵伫咱福德单位呢，伊是担任着台北的道府的副领任哦。那伊咧，伊的娘家咱拢知哦，吼，尤其是若阮阿姨吼，迄政治说来应该佫较了解一丝啦，因为伊这可能有人讲叫做啥结拜，吼，结拜的客查某囝吼。这秀英当然会知咱秀英你来问讲你是连标人还是西寮人？我甲讲。伊是西连村的人，因为伊是西寮，我是连表，所以表示阮两个是共故乡的啦，就是咱西连村的啦。那么呢，伊过去到底互我无啥清楚吼，但是伊即阵住伫泸州，就是住伫台北，所以呢，伊嘛负责着咱台北福德单位的即个副领任的即个道职。那么呢，伊在互我了解呢，会使讲非常对道务的认真。哦，妈妈是一个职业妇女嘛，爱上班嘛，爱趁钱，哦，而且对道学的研究呢，会使讲非常的即个精进。那么伊今日要甲咱讲，圆满生命之言，就是讲吼，要伫咱即世人，人讲来伫早不如来伫较，而且咱各位前言来伫包括学校，咱拢是有求道。甚至像学校，佫是有亲口、有忏悔的咱培养的人才。那么今日伊甲咱讲，要讲圆满生命之言。那么为什么咱来圆满生命之言？今日咱如有众生，就是咱有无够圆满，咱来个众生。今日咱若如果有够圆满，咱会变安怎？咱就成佛啊！咱就免过来遮轮回啊，就成就殊胜体啊，殊胜道啊。所以呢，而且各位前提，咱今日求道了后，咱有啥叫做一贯道啊？咱佛教甲咱一贯道甲佛教啥无啥共款。佛教就是啦，去庙拜拜，咱若较有信心的会去修行学道啦，会去修行。但是咱一贯道大部分求道了后，前辈者一定叫你安怎？咱要当学习文理、礼节、道理，所有一切。学习这道场，而且会当了愿的工课。咱为什么要学习这？因为咱才有了愿成功得到的机会。那么伊讲要圆满生命之言，一贯道得到一，就是得到道。9点嘛，还有2分钟我会结束，你放心。谢谢你的提醒。就是讲透过咱生命的过程，有一个修持、修行学道的过程，所以咱爱贯穿道理。而且爱道是伫咱的生活内底，其实道在自身。那么圆满生命之言，咱每一个生命，不管你活到几岁，你拢有你的缘起、缘灭，而且因缘过程。所以要安怎来圆满，就是咱有这个缘。其实缘起、缘灭、缘生、缘灭，每一个人拢有缘。咱有爸囝之缘，咱有夫妻之缘，咱有姊妹仔缘。来到道场，咱有道亲的缘，这拢是爱去甲圆满。要安怎圆满？咱会讲师会甲咱做一个报告。期盼咱各位一个内底，咱拢会当呢用心来甲聆听。即所难得的下早对台北转来呢，毋是讲伫咱遮附近的啊，所以咱爱珍惜咱今日的即个缘而且来认真来甲听，认真听了后，咱爱体入咱的本心。就是伫咱修行的这个生活当中，安尼敢好？好，感谢，谢谢。感谢莲师慈悲前道济公，分道济公，在这里感谢。